出水个好。国情解说2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评有人讲关金易干古，无古不成金。咱今仔日来听四句联，国情啊招你来了解古早，来听一个讲晚清时代百姓生活。头一拍见面讲，清朝也无设学校，有钱子孙才有熬。读书捌字通考教，赤囝就去压低头。国情啊专工去编，1956年流传伫咧民间。国民党拄来改观无偌久，有一本歌册叫做《宝岛新台湾歌》，咧记载郑成功改管，记载清朝改管迄个时代历史。可能篇歌册歌先，我哪有听真侪老辈伫咧讲，毋则知影讲清朝就是有钱人才有才调栽培子孙，读书捌字，上京考教，即字爱读叫做教。啊，毋过你若讲学校的时阵，教破音。就是读叫做学校的校，共一字汉字，但是发音无共。啊，多数的艰苦人、赤囝，这字赤就是散赤，散赤囡仔就是去做事，做事古早咧讲就是讲做田，去压低头嘛。过来第二趴，共款的描写晚清时代生活的环境，四句联搁再来甲听。讲晚清重文不重武，无设学校就较输，赤人苦学嘛是有。10个9个青眉牛。无设学校，这句话解说，就是因为经过晚清搁在日本改管，来到国民党的时代，四句联编出来，歌先才会讲，就是无像日本人有来设公学校，有来设小学校。晚清时代无设学校有较输，所以才赤人散赤人，10个9个拢青眉牛。青眉牛台湾话敢若一种解说，毋是真正目暗，是因为毋捌字就对啊。过来第3趴四句联，咱继续甲听，讲迄阵。专制的时代，人咧黑暗也唔知。中原3年考一摆，读书望要进秀才。进前国情，我哪有和朋友做伙听，四句联伫咧讲考教。那台南就爱去府城街，那台北就是文武庙遐啦。读书，南台湾是当考举人尔。进秀才了。上京赴考，状元就3年考一摆，这种民间的流传记载在咧四句联内底。晚清时代教育制度，教着百姓生活环境点点滴滴的情形。